Hello，我係 Andy，今日同大家睇一個有咁靚嘅日活大同，而且出咗門就係非常之旺嘅商場，民眾會流送嘅公寓金鷹公館。選擇公寓產品，地段係非常之重要嘅。樓下有個咁大嘅商場，自己住都會非常之舒服方便。即使唔住，攞嚟出租，咁多嘅人流量喺呢一度都會容易租，而且個租金都會靚仔好多。電梯出嚟之後，呢邊就係佢哋嘅分層大堂。咁電梯間呢一度四周圍都係做咗呢啲鏡玻璃嘅，睇起身個空間就非常之大，而且佢哋成個分層大堂係酒店式嘅裝修，牆面都係黐咗呢啲牆布，咁地下都係比較光亮。呢邊有個採光窗，嗰邊都會有。咁佢呢一層係有36個單位，有總共8部 lift，有6部 lift 係去對外開放，2部 lift 係貨 lift 嚟嘅。你睇嘅呢一間單位係823，係佢哋嘅示範單位。咁到時所有嘅交付情況就係以你依家見到嘅呢個情況去交付。門係咁樣嘅一個木飾面嘅門，非常之厚身，而且係非常之實淨嘅。到時呢個智能密碼鎖有指紋同埋有密碼同埋有鎖匙，可以3種開門方式。咁入到嚟嘅話，呢邊係門後面有一個鞋櫃，鞋櫃入面嘅儲物空間係非常之大。總共係有接近8層嘅一個鞋架，可以擺20-30對鞋喺入面都冇問題嘅。咁入門嘅右手邊呢邊就係一個洗手間嘅位置，洗手間佢到處都係有配呢啲花灑馬桶做好嘅。咁天花都會有一個 Panasonic 嘅一個浴室寶，呢啲馬桶、洗手盤、鏡櫃都係做好嘅。咁門係咁樣嘅銅門，咁樣嘅關門方式。咁入到嚟嘅話，呢邊左手邊係一個廚房嘅空間，細細地嘅廚房空間都夠用嘅。呢邊有封體嘅電磁爐，同埋有封體嘅抽油煙機。呢邊仲會有啲櫥櫃仔可以俾你擺嘢嘅。呢個星盤下低都係一個儲物空間，會做埋呢啲拉籃出嚟可以俾你使用嘅。呢邊都會有一個咁樣嘅碗碟籃喺呢度。下面都係呢啲不鏽鋼嘅呢啲碗碟籃，整體嘅裝修都係比較用心，而且係比較實用嘅。跟住佢呢邊會有呢個可以嘅雪櫃，同埋有呢個封體嘅電磁爐，同埋有一個消毒碗櫃喺呢度。上面都會有啲位置可以俾你儲物嘅，儲物空間係非常之多。咁右手邊呢一邊就係瞓覺床嘅地方，佢呢邊係做好呢個玻璃嘅銅門，你平時煮飯或者係夜晚休息都可以將呢個玻璃銅門閂咗佢，咁日頭嘅話會客就可以將呢一個拉開。呢度玻璃3節鐵嘅銅門非常之高，咁呢邊都會有一個60升嘅呢個衣櫃做好，都係交付標準。到時呢啲牆都係黐到呢啲牆布，成個天花啊、燈啊呢啲都係做好嘅，包括呢個 Hitachi 嘅冷氣機，應該都有3匹嘅冷氣機可以交付使用。咁打開之後嘅話，呢邊就係一個擺梳化、擺呢個置物架嘅地方，基本上就係用嚟休息睇電視嘅。咁住入嚟嘅話，呢邊就有一個細細地嘅書房。咁書房呢邊嘅尺寸完全係夠你擺一個床褥喺呢一度瞓覺嘅。咁呢邊都會配有一個衣櫃可以俾你用。到時佢係唔帶家私交付，家電就係已經有嘅。咁跟住出嚟嘅話就係露台，呢個露台嘅話都係大少少嘅，但係佢有3個方嘅露台面積可以使用。洗衣機同埋熱水器就擺喺呢個位置，呢邊仲有一個置物櫃可以俾你擺嘢。咁成個露台望出嚟嘅風景就係睇翻石岐城區呢一邊嘅。咁前面就可以睇到中山嘅摩天輪喺呢一度，同埋奇光1號。呢個方向係朝西面。咁夜晚打開啲燈之後嘅話，都會睇到比較光嘅，有啲星星點點嘅萬家燈火咁樣。景色算係 OK， 前面開用，冇遮擋。跟住係啱啱過嚟睇嗰陣時，有一個細細地嘅細節。呢度都有啲大人物住喺呢一度嘅，唔知真定假。因為隔離呢個鄰居佢就有一個入伙嘅呢個對聯，上面寫住
唔知真定假咯，呢個就大日文嚟㗎啦。如果真嘅話，跟住就係呢一間107單位，佢嘅面積都係一樣50幾方，不過就係複式2層嘅。咁位置就喺電梯間呢一度出嚟，之後轉個彎就可以返自己嘅單位啦。咁佢嘅設計就同嗰邊係一樣嘅啦。入門嘅左手邊呢邊就係一個洗手間，馬桶啊、洗手盆、鏡櫃、花灑呢啲都係做好。天花仲有一個用濕布嘅，呢啲都係標配。咁門嘅話都係同一道門，慢慢鎖都係標配嚟嘅。門嘅後面都係套用一個旋轉式嘅鞋架，可以兩邊都擺鞋嘅。咁佢咁樣嘅儲物方式係比較好嘅，又唔佔地方，擺嘅嘢又多。跟住呢一邊係有一排開放式嘅櫃喺呢一度。接住入嚟嘅話就係睇到佢呢邊係 LDK 一體式嘅設計，呢邊係廚房、飯廳，呢邊客廳一體式嘅。咁呢個位置預留咗係可以擺一個櫥櫃。咁呢啲櫥櫃都係用玻璃面板嘅，比較好容易清潔。下面都係一個電磁爐，下面都有一個不鏽鋼嘅一個擺碗碟嘅一個位置。咁呢邊係可以擺垃圾桶嘅。跟住呢邊仲有一個電器櫃，呢邊就標配係有個微波爐，同埋會有一個消毒碗櫃俾你。咁呢邊佢仲預留咗2個位置，你去後期加一個蒸烤爐啊，或者係其他電器都 OK 嘅。入面係預留咗插仔喺度。咁一樓呢邊係有一個掛式嘅冷氣機。咁同埋會有一個細細哋嘅電視機啦。跟住露台出嚟嘅話，呢邊係有一個洗衣機櫃做好俾你，到時洗衣機就擺喺呢下低，熱水爐就掛喺呢一度。入面仲會有一個晾衣杆可以俾你搖落嚟掛衫用嘅。咁跟住呢個方向睇出嚟就係南向，睇翻中山嘅利和同埋佢自己嘅呢一棟寫字樓，下面嘅商場。嗰度夜晚會有唱歌，我喺屋企就聽到類似演唱會嘅呢啲唱歌仔嘅歌手喺度嘅。咁呢邊係一個平台，佢哋商場嘅一個散熱器。咁依家開住係比較大聲嘅，夜晚佢哋10點之後收工就冇聲啦。成個視野係非常之開闊。入返嚟，我哋上2樓睇下。咁佢呢一度呢個位置係有一個升降台可以升起身嘅，到時可以喺呢度坐住飲茶休息，做一個榻榻米嘅休息空間。複式2樓就2間房，咁呢邊就係主人房，所有嘅櫃都已經係做好嘅，只需要買少少成品嘅家具擺落去就可以入住。咁房間佢都會有一個電視機，呢啲大理石都係比較靚啲嘅嗰啲進口式嘅。咁呢邊都有一排衣櫃可以俾你使用，呢邊仲有一個化妝台。跟住隔離呢一邊係一間細細哋嘅房間，去做兒童房或者一個人住、2個人住嘅話，呢邊可以做成一個書房去使用都得。呢邊都會有一個衣櫃可以用嘅。最售嘅呢2隻公園產品就帶大家睇咗啦，一隻係平層，一隻係複式。複式嗰一隻就110萬左右，平層就90萬左右嘅。綜合分析嚟講嘅話，佢呢邊嘅設計係非常之完善啦，該有嘅定製都有啊，譬如電器櫃啦、櫥櫃、衣櫃呢啲都係做好。買嚟自己住嘅話就適合1-2個人喺呢邊一落車就可以返自己屋企。如果係買嚟投資收租嘅話，呢邊好似平層單位嘅話就係租緊2200蚊左右。複式單位就係租緊2500到3000蚊嘅，關鍵係佢呢邊好租，好易租。睇完公園，我哋依家就去住宅區嗰邊睇下佢哋最售嘅1000尺單位，跟住就上去睇下佢哋嘅住宅產品。咁大門口就喺呢度入，呢邊係車庫嘅出入口，對面就係商場。咁呢邊仲有一個香港直通巴士站喺呢度可以上車嘅。咁呢邊嘅保安服務係幾好嘅，平時會同你打招呼，落雨嗰陣時會幫你打遮。咁呢一邊都會有一個港人嘅服務站，咁呢個港人服務站就係去幫你解答喺中山內地呢邊居住嘅一啲問題，譬如居住證啊、醫保啊呢啲，你都可以喺呢一度得到你嘅想要嘅答案嘅。
咁佢呢一邊嘅成個入戶大堂就係抬高咗喺上面嘅，呢邊係有個樓梯，呢邊仲有一個扶手電梯可以上翻去。咁扶手電梯喺中山嚟講嘅話都係少有嘅，目前嚟講嘅話就得2個樓盤有。咁上到嚟嘅話，佢呢一邊就係佢哋嘅入戶大堂啦，都係比較整潔大氣。呢邊有幾棵羅漢松。咁之前佢呢邊嘅門係需要拍卡，然之後推入去嘅。依家佢哋係有個保安叔叔喺呢一度去幫你拍卡打開門，同埋佢依家係已經換成咗呢啲感應嘅自動開門。入到嚟嘅話，前面呢度就係一個泳池，泳池前面會有噴泉。成個小區嘅花園就唔係非常之大，不過都係執得比較公正企理，而且佢呢啲設計都係攞過一個詹天佑嘅設計獎，園林設計獎嘅。咁入樓嚟嘅話，呢邊係總共有10棟樓，1棟、2棟、3、4、5、6、7、8、9。咁中間呢個係10棟樓王。樓王嘅意思就係佢係大面積嘅，250方去到500平方嘅大單位。咁佢哋金鷹集團嘅嗰個老細古生就住喺10棟嘅最高嗰一層，就係佢嗰個單位啦。所以自己老細集團嘅創始人都住喺呢個屋苑，各方面都唔會差嘅。咁佢呢一邊比較難得嘅一點就係依家嘅入住率係已經去到接近有70%啊。咁佢都物業嗰邊都會不斷嘅去投入呢啲公共設施嘅維護同埋設備更新嘅。譬如啱先講嘅嗰個入戶大門嗰邊會有更新嗰個自動感應開門，每一棟樓下嘅嗰啲架空層嗰啲健身設施佢都會有更新。呢一點嘅話喺一個成熟嘅小區嚟講嘅話係比較難得嘅。一般人哋發展商買完樓就走啦，買就唔理啦，好多情況就係咁樣。所以買樓都要睇物業，物業好係非常之緊要嘅。呢邊就係佢哋嘅物業服務中心。我哋依家過嚟3棟呢一邊睇下佢哋嘅示範單位。1樓嘅大堂全部都係做咗磚上牆，而且天花都係做咗吊頂，酒店式嘅裝修。電梯出嚟之後嘅話，呢邊係2梯4伙嘅設計。咁呢邊呢2隻係124方嘅，呢邊係大單位145方嘅。我哋先睇下404呢隻單位145方。佢係做咗一個南北對流嘅2個露台嘅設計。咁入門嘅左手邊呢邊係一個入門花園。值得一提嘅話，佢呢一邊係一個毛坯交付嘅，所以到時交付咗之後嘅話，可以根據自己嘅需求去設計成唔同嘅風格。咁呢一隻佢就係將4房改成3房嘅設計，中間呢一度係有一個細房間，佢就將佢打通咗，變成一個大嘅雲廳嘅咁樣嘅形式。咁飯廳呢一邊嘅話，佢係連住廚房，仲有一個細露台出去。廚房呢邊係有一個 U 字形嘅櫥櫃空間可以俾你使用。細露台呢邊就基本上係可以擺啲洗衣機啊、熱水爐喺呢個位置。咁呢邊係朝翻北向嘅，睇翻來源景都係比較安靜。跟住大露台呢一邊，佢都同樣係睇翻來源景，因為依家係喺4樓，所以就佢前面係比較低啲嘅一個位地理比較低啲嘅一個。依家嘅位置係喺4樓嘅位置，所以睇出嚟嘅話都係睇翻自己小區公園嗰啲園林花木。跟住我哋再睇下幾個房間。房間嘅話，佢呢一邊就係4個房間，舉咗3個房啦。呢邊呢一間房已經係舉成一個開放式嘅書房。跟住右手邊呢邊係第一間客房嚟嘅。咁跟住就係洗手間，洗手間嘅闊度都係比較闊。而且佢係做咗3段式嘅公室分離，跟住呢一度仲有一個細嘅客房，係有一個270度嘅轉角位飄窗。
都係可以睇翻內園景。跟住呢邊就主人房嘅洗手間，跟住主人房呢一度都係有個270度嘅轉角位飄窗。呢一隻佢依家最售嘅係7棟嗰一邊，咁依家嘅單價就要15,000蚊左右一平方嘅，總價圍起身就係220萬左右。跟住我哋再睇下呢一邊125方嘅3房單位。佢呢邊係朝南嘅方向，傳統嘅樹廳設計。到時無配交付嘅話，呢邊係一個廚房嘅位置，咁就可以類似示範單位咁樣，將佢舉咗廚房喺左手邊，入門呢邊就係有個通道，你可以做鞋櫃喺呢一度。咁入到嚟嘅話，就可以睇到飯廳、客廳咁樣嘅設計。咁廚房佢係做咗一個半開放式嘅。咁樣嘅一個中西廚結合嘅廚房。咁露台呢一邊係睇翻南向，就睇翻小區出面嘅城市風景。前面呢一棟就係中山紀念圖書館，呢邊就係電視台，呢邊係一個不動產資源局，呢邊有一個假日廣場，就係一個商場嚟嘅。隔離嗰邊就係萬象匯自己樓下嘅一個商場。咁成個內園嘅話喺呢一度都可以睇到。再睇翻啲房間，呢邊係3間房2個洗手間，咁呢邊就係一個公共嘅洗手間，做到3段式嘅公室分離啦。呢邊係第一間客房，呢邊都係有個63嘅衣櫃，跟住就第二間客房啦。呢間客房就細少少，不過都係做到一個63嘅衣櫃。跟住呢邊就係主人房，主人房第一個洗手間，尺寸都係正常。咁呢邊同樣佢都會有一個270度嘅轉角位飄窗。OK， 我哋依家睇完呢一隻125方，佢嘅總價就大概係185到190萬之間嘅。除咗啱先睇嘅呢兩隻單位，呢個月佢仲有幾套價錢非常之勁爆嘅單位推出，單價共到去12000、13000一平方嘅。如果有興趣嘅話，去 WhatsApp 或者評論區揾 Andy 攞資料。記得裝修睇樓都可以揾 Andy， 全程都係我自己親自跟進嘅。OK， 我哋今日就講咁多，下一期再見，拜拜。